歡迎嚟到粵語版車幫買啊！今期冇乜新聞，但係咧有好多車市行情嘅，即刻同大家分享最新嘅車市行情同埋啲動態信息啊！首先第一台車咧，各位要玩車嘅朋友呢台啱晒你何車啦！如果你想要台車咧手波敞篷好玩好開嘅話咧，除咗二手車以外咧，應該係到佢嘅啦。新車嘅話咧，馬自達 M35、MX5幾台小跑車，嗱我哋其實幫好多客戶提過呢架車嘅，即係幫佢哋做平行進口去搞翻嚟嘅。咁而家最新個價咧，我覺得係 OK，可以同大家分享，而且亦都係啱啱幫一位客戶去買咗提咗車翻嚟嘅，即係買台馬自達 M35嘅 MB3 最新款啦，手波軟頂敞篷，仲要運動紅，即係啱晒你要嘅嗰啲元素要素噶啦。攞車價而家係29萬5 30萬內攞車可以搞掂呢架車翻嚟嘅平行進口版本。當然啦，我知道啲朋友咧係喺度等緊佢官方渠道正式引進，因為成日車展會聽到呢啲信息噶嘛，擺晒上展台噶啦嘛，係嘛？咁真實咧係完全一啲消息都冇嘅，據說咧真係佢哋係評估研究緊咯，真係要情況好樂觀、好反應非常之良好嘅時候咧，佢哋最快可能都要下年27年先開始引進，而且啊，佢哋引進都唔會引進我哋呢啲咧，相對啲咩手動開篷啊、軟頂呢啲版本，可能會引進啲貴啲嘅、利潤高啲嘅嗰啲自動嘅硬頂嘅嗰啲版本，所以各位如果仲係想要平靚正買一台又好玩又敞篷嘅車咧，真係就佢噶啦。好，睇台純玩屬性嘅車，嚟翻台實在啲嘅大件夾抵食嘅車，吉利銀河星耀8啊！啊，之前咧提過好多次嗰啲合資品牌 B 級車咧，咩亞洲龍啊、雅閣啊，而家13、14萬就落地搞掂喎。如果買國產品牌咧，咪仲平咧，肯定仲平啊！114500啊，就可以買到呢台原價135800、130公里純電續航、插電混合動力嘅星耀8吉利銀河嘅呢個車啊，而且佢仲要比嗰啲亞洲龍仲要大台5米。多啲嘅車長㗎啦，已經好大台車，配置又好足夠，而且你而家好多人擔心咧，國產品牌嘅車咧，啲機械開嚟會唔會好差咧？嗰啲真係過去㗎啦。而家反而啲國產品牌啲底盤係一般做得更加靚啲，用料更加厚實啲，即係佢唔單止配置配得足，佢啲機械用料都配得好足，所以呢架車其實開嚟咧都幾舒服幾好開嘅，而且吉利啲車啲機械素質係好在線嘅。你話啲智能佢唔一定夠，但係機械佢係完全足夠，完全抵得住個價嘅。各位如果需要呢啲 B 級車要大台啲嘅，最好就12萬內搞得掂嘅話咧，留意下呢台啊，免息落地價114500搞掂，吉利銀河星耀8。好，第三台車咧，嗱呢台咧就硬係啦，坦克300啊！之前咧先講完啦，大切諾基而家都賣緊20幾萬，249900買大切諾基。哇，咁大切諾基 Jeep 都係20幾啫喎，坦克300 20幾，仲有冇市場咧？哇！真係我後面講完嗰個節目，我自己翻去諗下，亦都問咗嗰啲咧玩大切諾基、玩 Jeep 嘅朋友咧，佢話：你唔好以為佢平啊，佢維護成本高㗎，佢會壞㗎，佢多嘢㗎。即係當然你話對啲硬核玩家，我真係買架車就係專門攞嚟越野、攞嚟行爛路、攞嚟自己玩嘅。啊，唔係攞嚟代步嘅，咁大切諾基係有佢嘅實力喺度嘅，係強嘅。但係你話我要代步啊、貪靚啊、貪平買咧，哇，好可能咧你後邊用嘅個成本咧就會好高，大家要小心啲啊！即係真係會壞嘅，而且佢最新係有運動嘅帶電咧，帶電之後呢啲美國車咧就複雜咗嘅，大家懂啦咁啊。所以如果你真係要樣靚、要硬核、要實用啲嘅話咧，純油版坦克300呢度同大家分享下 2.0T 嘅坦克300，原價216800，而家免息落地價212600啊！雖然睇落去價錢冇乜區別啊，但係你諗下包稅包保險加埋一堆嘢之後咧，平咗成2萬蚊嘅喺度優惠啊！所以21萬幾就買到 2.0T 嘅坦克300，各位真係需要代步好玩啊！有硬核嘅話咧，研究下呢台好啲啦。好，跟住睇下評論區，大家留言提問有咩得意嘅嘢啊？嗱，呢個我都必須要揀佢嘅。佢仲問咧，奧迪 A3 Sportback 有冇報價？山哥，喂，我覺得咧，大家車幫買可以多揾啲10到20萬區間嘅車，因為咧，我覺得咧，了解車幫買人咧都係啲咧錢唔係好多嘅後生仔居多啊，即係揾啲大家後生仔中意啲嘅10零萬嘅車啊嘛。OK， 冇問題嘅，一定幫大家去揾嘅。但係我覺得咧，除咗啲10零萬嘅車，有時講好多啲貴車啊，幾十萬啊，嗰啲咩 I7 啊、IS6 都有嘅。係俾個目標俾大家啊嘛，俾大家知道啊嘛，信息分享嚟噶嘛。可能你有呢個目標嘅時候，激勵你更好咁賺錢咧，或者你知道，我加啲錢就可以買到，比如啱啱嘅 M35 29萬幾，加啲錢就可以買得到啊嘛。俾啲目標，俾多啲信息俾大家，而且咧，我哋真係有啲客戶咧
咩 RS6啊、i7啊嗰啲貴車啊，咩4系啊、M3嗰啲貴車進口車都係有客戶㗎，咁啊都唔單止嘅，都要服務更多人嘅，或者你可以將我哋信息轉出去㗎嘛，係咪？好，翻到嚟嗰個 A3 Sportback 啊 ，A3 Sportback 咧，而家咧買台35 TFSI 嘅飛馳專享版咧都要189900嘅，即係指導價啊。咁真實貸款落地價咧143000啊，15萬內可以搞掂㗎啦，即係油車大冧價，大家都知㗎啦，唔使我講啊，係嘛？即係唔單止新車大冧價，連啲二手車行嘅老闆做緊油車嘅都同我講話，油車唔係好敢收啊！哇，冧到即係一時一個價，而家停收油車已經絕到咁樣啦。如果各位咧仲係中意油車嘅話咧，新車冧緊啦，睇到14萬幾，又或者咧睇下二手都 OK 啊。當然二手咧唔使咁急㗎，因為佢冧緊啊嘛。你要等嗰啲之前貴價收嗰啲咧清晒之後再睇咧仲平啊！大家可以關注下嘅，咁都好多呢啲油車嘅靚車可以大家揀。不過再提多次啊，我車幫買冇做呢個二手車服務，只有新車服務啊。新車記得揾我哋。好，第二個問題咧，呢位朋友咧就問咧，比亞迪下嘅次頂配而家做到幾多錢咧？比亞迪下真係唔係你哋問咧，我都以為佢而家好平，因為之前我好多做好多信息咧，都見到比亞迪下好多嗰啲優惠啊，好多政策啊，最平我哋做個21-22萬都差唔多可以買得到比亞迪下啲入門版嘅係嘛？但係而家咧，比亞迪下嘅次頂配啊，218公里純電續航嘅卓越版咧，指導價係269800嗰隻咧，而家全款落地價咧都係267000嘅，咁其實都優惠咗大萬幾蚊㗎啦，咁樣都已經唔錯㗎啦。不過咧，其實相對呢個車，可能佢嘅即係競爭力都唔大，而且個車源都唔係好多，亦都賣得唔係非常之好。我有啲感覺係比亞迪佢自己對呢架車而家都有少少，冇乜所謂啊，擺住佢啦，賣到賣唔到就算，即係冇俾好多政策，冇俾好多條件俾佢去谷佢啲銷量，咁啊就等佢自身唔係自身自係順其自然，等佢自己去揾到更啱嘅位置。咁如果你 OK 中意，咁20零萬又好似唔係太多選擇嘅話咧，其實呢架車咧除咗動力弱啲以外，乜 Q 都好，佢底盤都好舒服㗎，都好靜嘅，空間啊、配置啊、用起嚟嗰啲細節嚇，第三排向後可以翻咧，都係做得好，係台好車嚟嘅，只係就冇乜宣傳啊，大家認知度唔高啊，同埋唔知點解唔揀佢咧。其實我都覺得幾好嘅架車，如果你20幾萬要買咧，我係支持嘅。好，今期粵語版車幫賣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咧如果睇到啱用嘅信息咧，記得攞去用，記得買車啊，同埋買車記得揾我哋。各位買車可以在大車的小程序裡面選購車，就會看到大車幫買的一些特惠車，甚至可以定制跨巡車呢，都可以幫到各位了。希望各位無論是買車還是有任何行情上面的需要或者驗證的時候，都可以想起我們的。